再来看台北市的内湖甲树林遭到传出失电，主要是因为风台扫倒树仔甲电火条，造成电线断去。经过台电的抢修，即马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台电工程人员无顾大风雨，无闲甲变电箱重新装起的电火条佮铺新的电缆线。因为凯美风台影响，强风甲真侪丛路树甲电火条吹倒去，造成台北市阳明山向德大路3段的新安里差不多270多户停电。昨天24号的上午10点半至11点，那时候发生，刚好旁边有3棵路树倒塌，然后把我们台电的设备全部压坏。因为风台来，不少居民拢买好新鲜的食材备用，炖一寡会当食的，无想到煞因为停电，那电锅无法度煮饭，冰箱嘛因为安尼断电无法度冷藏食物。居民是烦恼停电2天，若是还阁无电，规冰厨的食材可能会变质。像冰箱啦、基本的冰箱，或者是像我要煮饭的话，抽油烟机都不能使用。那主要是食物上的储存有问题，这样。没有电当然很不舒服，好不好？冰箱食物会坏，不过没关系啊，这个就是能够今天修好那就好。除了树林区停电，内湖区嘛传出停电的灾情。24暗时差不多有500多户停电，好在经过抢修了后，25早起已经有电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